尼泊尔国会大选初步结果出来了，捌做过首都加德满都市长的35岁 rap 歌手哈哈，带全国独立党摕到多数席次，有机会成做新总理，也显示讲这旧年Z世代反政府抗争运动的效应，已经推动尼泊尔政局出现改变啊。 这下初次去听国会议员当选证书，一挂招牌乌金目镜，手比胜利的位置。离开了后，徛起车顶，对于反对支持者拿国旗，现场气氛是强强滚。Now we finally got the youngest prime minister in the world. Hope we will not forget all his promises and. 得罪过加德满都市长是人一挂手甲结果工程师出身，今年1月17日投入国会大选，打败同一选区，捌失败做总理老将奥利。下下所属成立了3年的全国独立党也大胜，在160个直选席次内底，已经提超过120席，加上比例代表席次，绝对多数态势更加稳固，比希望是海中共款的胜利。成绩第2的尼泊尔国大党已经胜进败选，35岁下下说起有希望组成新政府，加做新任的总理，选民对伊是抱着满满的希望。We were fed up of our old government. Old people running our government. Now the youth has come, and we are very hopeful. अभी वो पढ़ा लिखा आदमी है, वो पहले काठमांडू में भी बहुत डेवलप किया, उसको आइडिया से वो काठमांडू में सब आदमी लोग खुश है काठमांडू। 下下过去靠批判性演讲，甲高社群媒体人气。2021年选到首都市长，去年9月，尼泊尔青年发起Z世代社群运动，抗议社群媒体封锁、贪腐甲经济困境，示威真紧拖到全国，各地冲突造成至少77人死亡。最后，必须迄时阵总理奥利的共产党政府落台，改变政党长期互老牌政党把持的命运。下下也承诺，对年9月深的贪腐调查到底，去追求奥利政府杀害Z世代抗议者的责任。专家分析，下下甲所属政党拢是政党新生代，来自各专业领域，无贪腐包袱，是帮手做代志推动改革优势。不过因为资源甲制度的支持有限，确实履行职责，依然有相当的难度考验。公视新闻，施惠中编译。